各位網上嘅朋友，你哋好，又係 Jack 哥呢，同大家傾下有關特朗普一啲嘅資訊啦。特朗普呢又出嚟搞震喎，又喺度挑撥啊，又喺度做咩加稅啊。今次有啲唔同咗喎，對大學呢，哈佛大學都落重手啊，搞咩呢？特朗普政府呢就再出重手啦，就宣布撤銷哈佛大學嘅國際學生招生嘅資格喎。咁引發全球嘅高等教學學院等等都震撼啦、驚啦，都唔知幾時到特朗普要搞佢哋啦，係咪先？咁呢場呢就圍繞國安意識形態同大學自治嘅交鋒啦，正將呢美國最具象徵意義嘅學術機構就推上咗政治風暴嘅中心啦，亦都為美國嘅學術自由呢同埋全球教育嘅形象啦投下咗巨大嘅陰影啦。咁真係多謝特朗普啦，搞震冇幫襯。咁就喺5月22號2025年啦，特朗普政府呢就正式撤銷哈佛大學呢嘅學生同埋交流呢嘅訪客嘅計劃，SEVP 嗰個簽證就禁止啦，佢哋呢招收持有 F1 同埋 M1 嘅簽證嗰啲國際學生嘅。今日影響遍及成7000多名現有嘅學生噶。美國嘅國土呢嘅安全嗰個部長叫做克斯蒂啦，佢就咁講，哈佛呢就未能夠維護校園嘅安全，就涉嫌啦就縱容嗰啲反暴嗰啲即係人啦並且要即係呢一間學校呢72小時之內啦提交5年所有國際學生嘅違規記錄同埋證據。哇，唔係嘛？呢啲唔係涉及到私隱咩？仲要72個小時就要交，點交仲要5年所有哇，乜咁大嘅咩？教育自由、言論自由係去咗邊度啦？咁呢項呢強制配合調查就被哈佛嘅校長呢就咁樣話佢非法，而且係唔合憲嘅，係呢上訴啫告翻佢轉頭，即係特朗普離譜係咪先？並且啦就正式提呢個即係起訴啦咁哈佛就指出啦，喂，呢一個命令呢實為政治報復嘅啫，目的係做咩？打壓學術嘅自由同埋言論權利。咁呢項嘅措施啦，唔單止係行政手段嘅升級，更加揭示咗啦特朗普政府呢試圖重塑美國嘅文化秩序嗰個深層嘅意圖。咁事實上啦，特朗普真正嘅意圖呢並非只係管控呢個哈佛，亦借哈佛嘅呢個立規啦，並且透過呢對最具象徵性嘅大學去落手啦，即係叫做剁一剁你先，等你其他要驚，就為全美嘅高校樹立新秩序，樹立特朗普政府式嘅秩序。咁呢場嘅風波表面呢睇起嚟就係招生同埋治理嘅衝突，其實就係真理同埋忠誠關係嘅重新定義啦。是忠於開放社會，定係服從政治意志呢？咁當哈佛呢唔再啦能夠代表呢個學術自由，咁美國亦都正喺度呢失去咗全球教育嘅道德高地啦。你有咩道德高地啫？又喺度雙標大哥！以自由為核心嘅精神嘅國家，正趁手去整壞咗佢自己最重要嘅軟實力嘅支柱。咁樣搞法，有可能呢只係更大規模嘅文化轉向啦。咁搞到而家美國嘅文化分分鐘呢倒後轉真係離晒譜。你話係咪先？真係唔知佢搞乜嘅特朗普先生。咁呢次啦，哈佛大學呢即係面臨呢個呢禁令風波啦。表面上係一場呢圍繞校園嘅抗議，唔係咁簡單。學生簽證同埋呢數據合規嘅執法衝突都唔係咁簡單。咁實際上呢就揭示咗啦，特朗普政府呢喺呢啲咁嘅高等教育嘅領域入邊呢推行極限政治嘅治理嗰啲咁嘅方式噶。呢一個舉動呢唔單止啦係關涉到個別高校嘅行政自由，更加係講到明啦，美國國家嘅權力係點樣借用國家安全點樣借住嗰啲咩反猶嗰啲咁嘅主義意識形態清洗等等嘅議題
就擺到明滲透並且重塑呢大學體制嘅邊界啦。從呢個穩固政治嘅基本盤就掌控啦呢個呢科研嘅話語權，就去到呢挑戰大學嘅自治嘅制度根基啦。呢一場嘅風波遠不止於一紙呢簽證呢個禁令咁簡單，而係對美國呢一個呢憲政機構同埋公共嗰個理性秩序嘅深度嘅大家互撞喎。咁特朗普政府啦，對於哈佛大學呢一啲咁嘅打壓呢，無理嘅打壓，好多學者都話無理噶啦嚇，遠不止咧係一場行政嘅執法事件。佢嘅本質就係一種咧有意有心有籌謀嘅製造衝突嘅，重新界定呢敵我呢種嘅政治嘅操演。咁哈佛啦喺美國嘅政治文化入邊呢，被廣泛視為自由派嘅高地同埋文化精英嘅象徵噶嘛。咁一旦俾特朗普政府啦做一做佢，搞一搞佢啦，就變咗嗰啲咩反美有咩反邊個反嗰個嗰啲咁嘅把子啦，就可以激發呢保守派民眾嗰啲情緒動員啦，出嚟就大家支持特朗普啦，哇幾鬼死正真係啊！咁其實呢個特朗普呢同埋哈佛大學呢嘅矛盾由來已久噶啦。譬如哈佛大學呢作為自由主義學術嘅大本營呢，唔單止支持前總統拜登，亦都呢放任佢哋嗰啲學生呢支持呢巴勒斯坦呢啲都碰撞咗呢特朗普佢嗰個恨處啦。咁按照啦特朗普嘅講嘢嘅方法啦咁哈佛學生呢連基本嘅加法2+2都唔會咁講，只係會培養呢反猶主義嗰啲咁嘅即係嗰一邊嘅嘢啦因為中學嗰啲就因為中國嘅學生呢喺國際生入邊呢佔比更加多嘅，係喺個哈佛大學都係噶，好多中國人都好醒嗰度特朗普啦嘅政府又俾哈佛大學呢即係又喺度亂扣所謂嘅親華嘅帽子喎。哇！你冇搞錯，冇證冇據咁又喺度講一餐嘅，特朗普真係犀利即係唔好話特朗普對哈佛呢啲咁嘅搞震嘅理由係咪有啲牽強啦？咁特朗普政府呢就通過政治高壓呢對美國呢啲咁嘅高等學院大學等等實施學術嘅喺度洗牌喎，已經係人都知噶啦，搞震特朗普呢條咁嘅友仔呢個亦都延續咗呢特朗普2.0呢嗰個咁嘅治下嘅美國越嚟就越保守同埋單邊主義嘅政治嗰個主調啦，直情係雙標到嘔啦，堪稱美國嘅保守主義嘅勢力同埋呢個高等教育嘅體系長期嘅矛盾嗰種嘅爆發就嚟啦，越爆越勁啦，將會從呢個國際政治咧去到國內嘅治理啦，從呢一個咧全球貿易去到美國嘅教育個。咁美國2戰之後啦，打造嘅所謂西方民主嘅世界標本呢，正喺度全方位咁樣淪落啦，玩完啦，遲早冧晒落嚟啦。所以美國嘅政府呢，凍結哈佛大學嘅撥款，對國際呢啲咁嘅即係學生等等嘅人下手其實講真，好多人都覺得唔係意料之外噶啦，即係唔會覺得咩意外噶啦。預咗特朗普呢啲乜嘢癲嘢都做齊啦。咁即係美國就喺度搞震啦亦都睇翻香港啦，香港嘅特區同埋大學嗰啲咁嘅即係亦都有搶人才嗰啲咁嘅戰略嘅機遇可以搶埋一份咁其他新加坡都會有啦。不過新加坡呢，佢自己本身嗰啲人才都唔少噶啦咁一方面呢，喺哈佛大學咧宣布之後嘅24小時之內呢，特區政府亦都迅速有行動喎。哇咁醒李家超咁醒李家超政府咁做咩相關官員呢就呼籲啦，香港嗰啲咁嘅院校就採取啦積極行動喎，並且聯繫哈佛大學嘅香港校友會呢，為受影響嘅學生提供支援喎。咁應該係即係細心同埋關心有關嘅學生係好嘢。咁仲有香港嘅特區政府呢就通過啦，即係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同埋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嘅優化，為國際嘅人才呢提供咗快速嘅通道。高才通計劃呢就即係呢個取消啦年度嘅配額啦，就簡化審批嘅流程等佢快脆批晒佢，
亦都延長咗啦首次簽證啊嘅限期去到成3年。咁啊精準呢就對接咗啦全球嘅人才咧對呢個穩定性啊同埋呢個效率嘅需求啊。咁啊數據亦都有顯示，直至去到呢個2025年嘅5月啦，高才通計劃咧獲批嘅申請者入邊啊，50歲以下嘅佔比高達95%，哇都幾多，而且係超過70% 嘅年齡喺呢個40歲以下。呢一個咧就同哈佛啊嗰個學生嘅年齡咧結構係高度重合嘅，哇咁啊犀利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香港咧嗰個咁嘅院校啊嗰個響應咧，同樣就係咧迅速啊，而且具有針對性嘅。香港嘅科技大學啊就率先啦宣布無條件啊咁樣錄取啦哈佛咧喺呢個讀國際學生咧同埋已獲取入嗰啲咁嘅人士嘅承認咧優先處理申請嘅，學生轉移同埋提供咧簽證同埋住宿支持嘅，哇快靚正啊！人才你唔要我要係嘛？所以美國政府啊呢個特朗普真係唔知係咪癲癲地嘅而家嚇。咁啊港科大咧呢啲行動咧唔單止咧展現咗啦佢喺國際啊呢個嗰個視野嘅廣闊啦，更加通過啦。呢個咧叫做專責團隊嘅機制啦嚇，就將政府咧落地就轉化為咧實際嘅服務啊。咁香港大學咧嘅側面就向呢個 QS 咧同埋泰晤士啊嘅世界大學排名前50嘅校院啊開放咧本科嗰個叫做咩轉學通道嘅要求咧，即係嗰個績點咧唔低於3.0啦，就為嗰啲即係高潛力嘅學生咧提供無縫針接嘅學術途徑喎。咁啊叻咯，呢啲係咪先？咁啊以上嘅動作啦嘅背後咧，就香港嘅特區政府啊，對呢啲高等教育嘅專業嘅戰略佈局嘅勁啊！咁啊喺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呢，亦都提出咗啦，預留有成10億啊嗰啲港元呢，成立香港人才智能研發院。而行政長官啊，就喺去年呢嗰個施政報告入邊呢，亦都提出咗啦，設立100億元呢創科業嗰個咁嘅引導基金，咁通過市場化嘅運作就吸引啦嗰啲咁嘅資本呢就投向戰略性嘅新興產業。仲有特區政府呢就通過啦人才服務辦公室呢個咁嘅系統化啦，就推進嗰啲咁嘅招攬嘅策略啦，從制定嘅人才清單啦就聚焦啦工種推廣到去嗰個職業嘅配對。哇！以上種種真係犀利，你唔要咩？香港政府就而家搏命搶啦！咦咁香港本地嘅都應該好多人才係嘅，咁世界人才喂人哋特朗普話唔要啊嘛，咁梗係立啦，咁可以預料到嘅就係咩呢？喺呢個特朗普政治干預同埋學術清洗搞震之下啦，哈佛大學絕非係被判就快瓜老襯㗎，唔係會聽晒你點㗎。咁所以啦，喺特朗普呢個2.0搞震嘅特朗普，都唔知佢搞乜鬼嘅特朗普，唉，真係唔知拗晒頭啦，大家都可。今日美國嘅高等教育呢，將喺呢個政治嘅壓力之下，失去咗全球嘅吸引力啦。全球化呢個浪潮呢，就難以停噶啦。包括喺呢個中國香港在內嘅世界各地嘅政府呢，同埋嗰啲大學亦都將會面臨住呢一場激烈嘅搶人才嗰啲咁嘅競爭嘅。你唔要咁咪勁搶咯，分分鐘特朗普癲起嚟呢，下一個又另外一啲嘅大學啦，分分鐘都係咁啦。唔單止係硬實力嘅比拼，亦都係軟實力嘅叫板。咁中國香港啦，亦都已經啦就差唔多咧，就展現咗啦，先下手為強嘅搶人才嘅敏感度，加上有中國嘅支持啦咁所以咧就哇嗰個咁嘅優勢同埋競爭力就大大提升啦。所以咪就話咯特朗普真係唔知佢而家搞乜鬼。網上朋友你話特朗普搞咩呢？係咪癲咗咧？真係唔知特朗普應該冇咁癲啫。你哋話呢？好啦，Jack就同大家分享到而家為止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資訊係咁先，拜拜。